昨才订三斗转来。哪有法度？阮哪会知你去娶到这个什么小弟遐尼牛只一顿？较细声啦，等下去用听着。啊，同样无味啊，免你。去人招。哎呦，即嘛无斗无暗，是要去倒招啦？我唔敢。啊，无要安怎啦？啊，第一摆人客来咱兜大王食袂饱，啊，闹气闹倒啊。要安怎啊？无味就是无味啊，哪有法度？你甲看卖，我毋是讲无准呢，一寡菜啊煮甲空空，一寡茶嘛兄了了啊，哪有法度啦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哎呦，你这查某人，你做一个饭钱啦，你这是太……哎呦呀，我哪有法度啦？阿娘，慢慢讲。我甲讲，做饭讲的唔是唔冤啦哈，唔冤。无良心啊！我同意已经无法。啊，你常常我讲，你拢总得煮六餐了，煮六餐了，今仔日袂搁做哈。哈，我不，这你定爱互你食饱才会，无食饱出去煮啦。我已经食饱，食饱。好。把咱面小可撸着，嗯。或者后开始去创一个面汤水来甲翕翕，会看会精神的。你是有够家暴呢？啊，当这个人啊，毋是咱的亲，也毋是咱的戚，啊，你无代志甲拖转来要创啥？嘿，你这查某实在有影，救人一命值千金，这个俗语你毋知哦？紧去啦！安尼哦。翁咧讲，你著较听咧。啊，你即马是要叫我去对啦？去创面汤水啦！安尼哦。好啦。啊，妈妈，我要食，我不对啊。伊迄杂杂念是咧念啥啊？我要食饭啦。讲要食饭啦。哎呦，侥幸哦！啊，这个人哪咧困啊枵？嘿，拍算枵了去互搬落，毋知枵偌久啊。嘿啊先去煮饭，面汤水免啦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去买船。哎，人啊，精神啊！你有要紧无？哦，还阁会爬起来，无要紧。哎呀，啊，我无死。无啦，你伫咧溪坎遐搬落来，啊，我拄好卖10岁位啊过，看到我才甲你救转来啦。我无想要无，为啥你若无死？哎，人伫咧讲一只狗遐嘛要爱性命咧，一个人怎么无想要活？无你到底是受什么委屈？啊，恁兜住伫倒？你号做什么名？我叫做四灵鬼。安尼拜天拜地吼，咱就算结拜啦。安尼我毋着叫你大兄。啊，我较老，啊，当然，啊，我叫你小弟。拜兄。啊，食饭。哇，今仔日阮这个韩万宝搁骹手紧哦，啊，人客来，啊，家己的人啊遐。家己人，我改换贴。安尼啊，阿姐啊，等恁客去，无啥物菜啦，随便啦。啊，便菜饭啊，啊。来去用简单。啊。啊，这鱼啊，青青哦，硬皮啊。啊？哦，安尼食多啊，搁底。来，我来一杯。这鱼啊。啊，你哪煮啊少啦？啊，人客来闹几闹大。我哪会知？无歹势姐啊，你小等，我过来煮啦哈。啊，较少较紧嘞，歹势。要饭。哦，咱若你也食济，互你食较饱，无咱先用菜。
会用的，叫你去就紧去咱。好啦。小等，搁煮点物来啊？阿星啊！啥啦啥啦？你来一个啦！是安怎啦？哎呦！无，你小等下吼，你灶骹毋知咧创啥碗锅。小妹啊！啥货啦？哎呦，都无半滴米啊，要搁叫我用啥煮啦？啊，无米啊！我昨昏才订3斗转来。哪有法度？阮哪会知你去带到这个什么小弟遐尼后只一顿？较细声啦，等下去用听着。啊，同样无米啊，要你。去人招。哎呦，即嘛无斗无暗，是要去倒招啦？我唔敢。啊，无要安怎啦？啊，第一摆人客来咱兜大王食袂饱，啊，闹屁闹斗啊！要安怎啊？无米就是无米啊，哪有法度？你甲看卖，我毋是讲无准呢，一寡菜啊煮甲空空，一寡茶嘛兄了了啊，哪有法度啦？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啊！哎呦，你这查某人，叫你煮一个饭钱啦，你这是。哎呦呀，我哪有法度啦？阿娘，慢慢讲。我甲讲，煮饭讲安尼唔成唔冤啦哈，唔成唔冤。无良心啊！我同意已经无好。啊，你常常我讲，你拢总得煮6卡尔了，煮6卡尔了，今仔日搁煮哈。我哈，我不，这你定爱互你食饱才会，无食饱搁去煮啦。我已经食饱，食饱。好，哎呦，食饱你先啊唔用这讲。好粉，加多少？无啊，无声啊！算算哈。你是咧创啥？点会啦？你出门啊咧？哎，家姐啊，啊！无会爱补啦。哈！你搁补货啊？对啊，钱摕来。哪有钱啦？早都无钱啊，要再生。无钱啊？你毋知呢？你遐有开？你嘛安尼想看卖咧？恁迄个结拜小弟4人贵吼，你看伊来咱兜来偌久啊？啊，你看伊一工饭大爱食偌济？像咱这个小生理人吼，生理若搁较好，也袂堪伊安尼推啦。这是啥？啊，同样，等你去用听着歹势，我无钱看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哪有法度？啊，都无钱啊！连即几工咧食米吼，有哪去甲人借？今仔日春节嘛，毋知要有够啊无？阿姐啊！啊，你功夫练好啊？这是运动一个滚滚如意。安尼啊，啊，当好食饭啊啦！来食饭的时间到。我夹起来，我夹起来。啊。大哥大嫂，恁是安怎咱袂爱吃咧？无啦，啊，阮都已经食好啊你。拄啊有食袂了，你做你食无要紧，哎，你尽量推啦。尽量食哈。哎呦，哎，你豆豆阿英啊！哎呦，我叫伊什么人咧？我那是阿水，即嘛你来哦。哎呦，你哪会来啦？哎，袂请死咧，先生，你若先啊吼，甲我借迄斗米，昨讲我今仔要还我啦，到即摆袂还我，我厝的囡仔要我足可怜啊，你知影？哎呦，歹势啦，等咱佫规工我才想办法还加你啦。两工啊，加2工啊，今仔日我加2工，我遐囡仔就无到会翘去是无？啊，无法度。无法度，我毋管啦，这是哎呦，嘿，袂见袂笑啦，甲我借米，啊，搁迄个饭安尼煮安尼去食就对了。你安尼真残忍无你，真残忍无？怎样咧？怎样？无我讲互你听啦，讲我这性仔偌袂见笑，你知？无米吼，无加大价啦，搁想要留人客啦，啊，讲甲我借米，还得煮饭咧伫咧耗锅啦，看人会去啊袂去啦。什么来厝，我无管现在，我厝的囡仔伫咧顾啦，像我到房间来住，你啦，我就叫你来看我。天定是
将情深如君。我在往高安稳，为了残心老昏昏。王大哥夫妻虽然待我这么好，我袂用永远踮伫这个所在来连累，我应该爱离开伊，另外过来去找一条的生路。小弟啊，小弟啊，那3更半暝我就要去，是安怎？食袂饱哦？我暗时爱食点心，叫你做下去煮。嘿啦，无要紧啦，我若过来去甲人借米吼，嘛会转来煮甲互你食甲饱哩。大嫂，倘落花大哥大嫂，伊无用归家太疲劳，多谢对我这呢好，我袂拜别王大哥。有咯，小弟啊，你袂用咧走啦。大哥，你莫阁讲了，原来继续落去也毋是办法，我也是找一个工作做。安尼嘛对啦。少年人爱找一个头路，安尼才有久长，将来嘛较有希望。吼，我对。对啦，阿叔啊，咱即嘛是家己，也毋是别人，看有影无？啊，你若要去吼，也好啦。检查以后你若欠用啥物物件，你都毋通客气呢。做你转来找嫂也无要紧。多谢大嫂。